喙炎味甲无够，青食都无够啊，哪有通好拍汗？新德县德北卫生所喙炎的库存量煞一日加一日伤过济，大人甲囡仔的喙炎也阁有500外片。原因就是因为民众毋知讲卫生所有咧卖喙炎，拢走去药局、西药房买买。若是照规定，喙炎的库存量超过1000片，中央就会当停配3天。即马卫生所希望讲民众赶紧来买，斗清才会获得。都卖不完。是啊，然后库房也是乱成一团。一箱一箱的喙炎囤干哪山，工作人员无闲做清点，手拢无停过。来，帮我投到这里面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民众走来这买喙炎，让人感觉意外是来这排队买喙炎的人无讲真济。大概排了多久？没有排，对啊，因为他们货源充足，就直接领就可以了。这是新德德北的卫生所，顶个月27号才开始卖喙炎，不过真侪民众拢唔知影，也是走去药局买，才会互卫生所内底喙炎愈囤愈多。2月27开卖，那这一张你看还完好如新。都一直等不到贴上去。对，没有那个机会。卫生所的人本来准备好卖完就无的海报，拢无机会会当打出来。到打大人甲囡仔的喙炎拢也够有900外地。如果超过1000片，中央就不配送。那这样民众如果买不到的话，就会造成不便。所以希望呢，民众能够多利用卫生所这个贩卖点。按照规定，喙炎囤超过一个数量，就会有3天袂阁送喙炎过去。卫生所嘛希望大家会当加去买喙炎，莫互喙炎阁一直囤落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